睡前靜觀呼吸練習。今日我哋一齊做靜觀呼吸練習，俾自己喺呢幾分鐘嘅時間真正停落嚟。要調整一下你嘅枕頭，揾一個最舒服嘅姿勢，輕輕合埋眼，然後同自己講：而家係休息時間，我可以暫時放低所有煩惱，唔需要急住去拒絕，只要放鬆就得。而家我哋一齊做3次深呼吸，幫身體釋放壓力。慢慢用鼻吸氣，感覺空氣充滿你嘅胸口同肚，然後張開嘴，慢慢呼氣，發出嚇聲，將身體嘅悶氣全部吐出嚟。第2次吸氣，吸入平靜。然後張開嘴呼氣，感覺膊頭沉落去，成個人鬆晒。第3次吸氣，慢慢呼氣，將所有嘅緊張都交俾張床。而家閉上嘴巴，轉返用鼻自然呼吸，唔需要用力，由得個身體自己呼吸。將注意力放喺你嘅肚臍位置，感覺吸氣嗰陣，肚皮輕輕升起。呼氣嗰陣，肚皮輕輕跌落，好安穩，好自然。如果有念頭飄過，唔緊要，由得佢飄走，將注意力帶返咗個肚嘅起伏就得。你嘅身體已經開始放鬆，準備好休息，帶住呢份平靜，慢慢進入夢鄉。